蔡穗外规世人奉献给舞蹈，累积丰富演出，更有500外出的编舞创作，用舞蹈关心社会文化，跳出台湾这片土地的生活故事。拄则看到迄块舞是我跳蔡穗外老师编的舞叫《追》，伊是描述咱原住民少主的故事，伊就是日月潭的发现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一个勇士伊离开伊的庄仔头，伊去甲山内去，算讲因要变一个勇士进前，拢有一个类似成年礼的这种过程啦。今年是蔡穗外舞蹈社建筑物落成100年纪念，每年2021佮大好是蔡老师100岁铭记，基金会特别办100年追思活动，重现蔡穗外的经典舞作。嘛有老师伫迄个为日本回来，伫个太平洋顶头的船顶，伊编创的《印度之歌》，迄算咱台湾有记录开始，应该是算第一支的现代舞啦。嘛有女巫，佮有新的阳伞。个食欲少女、傀儡上阵，像傀儡上阵嘛是描述老师一生的一个真重要的故事，嘛会使咱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台湾第一支的人权舞作。创立超过1甲子的蔡穗外舞蹈社，早年是世界甲台湾舞蹈交流的重要入口，唔但培育出侪舞蹈人才，嘛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。因为舞蹈本身就是我们文化资产。那是我读大学时阵，我知影咱的台湾有一个这样突出的舞蹈家，他的整个生命历程是这么有力量。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一定是不同的。当时是封建社会，女性的地位是无遐尼进步啦，所以伊有相当的某种女性的觉醒意识。这个觉醒意识，透过舞蹈的这个现代舞蹈，伊是一款解放。认真单纯，将家己奉献给舞蹈。蔡穗外女士虽然并无以女性主义者称呼家己，但是伫当年，伊用舞蹈展现自我意识，用艺术创作出家己的理念，进一步以实际行动冲破传统社会的捆绑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、高宗仁台北报道。